奔赴內蒙金秋，8天環線一次性解鎖草原、森林、湖泊、白樺林海多重風光，不用輾轉趕路，香港直飛往返，輕鬆開啟北國秋日之旅，全程純玩無購物，杜絕隱形消費，行程包含全部核心景區大門票，把呼倫貝爾與阿爾山的精華景致一網打盡，打卡呼倫貝爾大草原，探訪蒙古部落，感受蒙古族迎賓禮儀，沉浸式體驗草原民族煙火，走進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，金秋林海層林盡染，堪稱北國秋色天花板。馳騁331國道邊境景觀大道，一路邂逅金色草海，打卡滿洲里，感受中俄蒙三國交融的邊境風情，漫步額爾古納，穿行金黃白樺林，邂逅黑山頭遼闊草原，盡覽秋日草原的遼闊浪漫。多重沉浸式民族體驗全部贈送，無需額外付費，可參與蒙古族傳統活動，穿民族服飾，無煮奶茶，和小羊互動，草原星空派對，煙花篝火盡情狂歡，在漫天星光下感受草原獨有的浪漫。團隊無人機航拍，定格草原，林海大片，流傳旅途珍貴瞬間。出行選用2+1綠地頭等艙大巴，座椅寬敞舒適，長途乘車不疲憊。住宿精心搭配，城市品質酒店搭配草原特色住宿，兼顧舒適與旅行氛圍感。特色美食拉滿，蒙古風味晚宴，地道草原餐食輪番上陣，大口品嘗內蒙本地風味，貼心配套齊備，每人配備礦泉水，貼心出行好物。24小時線上管家響應出行需求，看草原鋪展，森林染金，邊境異域風情，金秋限定團旗火熱收客，香港直飛。